好啊，晚安，歡迎大家嚟到第七晚嘅聲音擁抱聲頻演奏。咁咧今日已經係第七晚啦。咁我係今日嘅頌缽聲療師。咁我係 Rita 啦，係 Avina 嘅學生嚟嘅。咁今日咧，我會想用銅缽同大家做一個聲頻演奏。咁唔知有冇人咧係之前已經有 join 之前嗰6晚嘅演奏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可以分享一下你哋之前嗰6晚聽完之後瞓得好唔好啊？咁咧喺我開始之前咧，我想為大家試下個聲音先。咁我會試下敲個缽，睇下大家覺得嗰個聲音係好唔好 ，O 唔 OK 嘅。咁如果想聲音好啲，聽得清楚啲嘅話咧，建議可以用耳機都 OK 嘅。好，咁我開始試聲音。多謝，係啊，OK 嘅話呢，咁我就可以正式開始啦。咁就邀請大家可以揾個舒服嘅地方，俾自己瞓低或者坐低，雙手可以放喺你嘅膝頭哥啦，或者如果你瞓低嘅話呢，可以放喺你嘅身體旁邊。咁揾個舒適嘅地方啦。如果坐低嘅話呢，可以揾個有背靠嘅地方，咁可能會舒服啲。咁手心可以向天花板啦，咁慢慢俾自己放鬆身體，然後我哋可以俾3個深呼吸自己。好，慢慢鼻哥吸氣，感覺空氣進入身體，慢慢呼氣。第2個深呼吸，慢慢吸氣，慢慢呼氣。最後一個深呼吸，慢慢吸氣，可以用嘴呼晒啖氣出嚟。俾自己感覺身體慢慢放鬆，聆聽住頌缽嘅聲音，慢慢放鬆身體。可以由頭頂開始啊，慢慢感覺頭頂放鬆。頭放鬆，眼皮放鬆，鼻哥放鬆。面龐、耳仔慢慢放鬆，牙骹放鬆。
側膊頭，慢慢放鬆。手臂、手掌、手指慢慢放鬆。上背、中背、下腰背慢慢放鬆。骨盤放鬆。大髀、小腿、膝頭哥、腳掌、腳趾慢慢放鬆。慢慢感覺自己全身都放鬆。透過鼻吸、鼻呼，慢慢將身體放鬆。將所有唔要嘅能量都透過呼吸全部呼晒出嚟，回歸返去大地。透過呼吸，慢慢將腦裡面嘅想法透過呼氣慢慢帶出，將所有嘅念頭慢慢透過呼吸放低沉澱。透過呼吸，可以將白光帶入身體。白光進入身體，帶能量俾自己身體需要嘅地方，安全咁樣包圍住自己。透過呼氣，將唔要嘅能量排出嚟。
感受自己喺安全、平靜嘅空間。
慢慢帶自己翻返嚟當下呢一度。如果你係保持住瞓低嘅狀態嘅話，你可以繼續瞓喺你嘅身處嘅空間。如果你係坐低嘅話，可以慢慢喐下你嘅手指、腳趾，喐下你嘅手腕、腳腕，可以將個頭擰去左邊、右邊，喐動一下。準備好嘅話，可以慢慢將自己眼睛張開，帶自己翻返嚟呢一度。如果你想嘅話，可以俾自己做一個小小嘅懶腰。最後，我哋送3個深呼吸俾自己。吸氣，慢慢感覺肚皮脹開。呼氣，大啖用口呼。第2個呼吸，吸氣，感覺肚皮脹開嘅。呼氣，大啖用口呼晒出嚟。最後一個吸氣，感覺肚皮撐到最開嘅，然後用口呼氣，將肚入邊嘅空氣全部呼晒出嚟。多謝晒各位，祝各位今晚會有一個舒服嘅睡眠。咁嚟緊之後都會有仲有聲療師會為大家演奏，咁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佢哋啊！如果大家覺得舒服嘅話咧，呢個聲音分享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揾翻呢個聲音重溫㗎。咁今日就多謝晒各位。再見。